政治消息的部分来看，即马咱国防特别条例呢是要搁卡伫立法院，就连国民党因家己嘛敲袂平，到底是要8,000亿，也是要3,800亿搁加恩，目前是要搁无共识的。那副主席桂林莲呢，伊是支持这立法院长韩国瑜，伊甲党的立场是无相共的，所以讲要甲开除党籍。两派人马安尼划来划去，嘛有人开始烦恼这军国恐惊会影响年底的选战。 国防特别条例要是无通过，国民党内部嘛传出意见逼清，有党主席郑丽文、党团总调布坤琪斗阵推测的3,800亿加恩的版本，还佫有青壮派立委支持的8,000亿的版本。国民党副主席桂玲莲、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加党中央的立场无共款，呛讲若是出卖国民党求荣华富贵，就要家的党籍开除。互韩国瑜伫咧面册写讲，伊对党是无亏欠的。 嘛，互真侪南亚民意代表闹话胡演，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30嘛出面呛党中央。你今天讲这个话，你是破坏党的团结，你还有资格当党的副主席吗？你的恩并没有在你的版本里面嘛。而且事实上，我们当议员、当立委那么久，审查预算，哪有审查一个恩的呢？恩是什么啊？恩是一个不确定数字嘛。 审查预算那个数字一定要确定的。那请问基副主席，您是哪个单位？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同样同党同志？我们在第一线处理这么多议题，在处理这么多在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党中央却不愿意支持我们的立法院党团，也不愿意支持我们选出来的立法院院长。吴建和要求桂林莲会室内，赵少康佮点出党中央的版本，敢若列3,800亿。 根本就无纳入加恩的版本，国民党立委嘛指出，两个版本上大的差别，就是伫咧抗白授权，敢有摕到法计师的合约。对于年底要选，特别要选县市首长的话，你当然上面框一个8000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对选民比较好交代。 嘛有国民党立委烦恼讲，家己党内两个版本伫咧9966，会影响到年底选战。民进党团表示，守护国安是下党派共识，发话支持国安的国民党立委就要勇敢。支持强化国安的委员要勇敢一点啊！因为有这么多的讯息让国人忧虑哦，这是不是有就是境外势力？ 就是中共在背后操作。基本上，是军购的部分，大概哈，只要很确定的部分啊，台湾民众党都会支持。韩国瑜5月7日特别召开第4摆的朝野协商，针对军购的金额项目进行讨论。外界嘛关心，敢会当伫咧5月7、8表决通过。王安祥嘛表示，期待朝野会当伫无共当中求相像的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